今天终于要拍雷山苗族服饰的传统经典款了。之前虽然去过西江千户苗寨拍过现场，不过当时都是托了帮西江歌舞团修改剧本的福，穿的是他们歌舞团的演出服。细心的小伙伴可以对比看出，这个是我穿的版本，这个是传统的版本，颜色上传统自然有传统的大气。今天我们的衣库终于安排上了这套衣服的上新，为了拍好这套样图，今天我要画一个民族特色的妆容，先来护一下刘海。好，现在就可以上彩妆啦。最后再用这种白色的眼线笔勾勒一下我们的眼线，让它显得更加精致。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呢是勾勒过的效果，这个呢就是没勾勒过。大功告成，现在可以出发啦！把它娶回家。别的老情丝